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。今日推介嘅產品就係桂綸鎂嘅王牌產品角蛋白水分修復噴霧啦。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會中意染頭髮啊，或者燙頭髮噶啦。咁通常咧染頭髮之後咧都會好容易頭髮會有毛躁啦，亦都可能會開叉啦。呢款噴霧咧就啱晒中意染髮嘅你啦。用咗呢一種噴霧之後咧，可以有效修復咗我哋電染頭髮之後嘅毛躁啦，同埋增加我哋頭髮嘅彈性啦。令到頭髮咧可以光滑翻好多，同埋清爽自然好多，亦都唔會阻塞毛孔，就好似幫頭髮做一個深層嘅護理咁樣。我太太用咗一段時間咋，好明顯見到佢咧頭髮係變咗柔順好多嘅，同埋呢種噴霧咧市場價咧都只係179.9港幣啫。今次我哋健康博覽期間，只要買任何2支嘅桂綸鎂產品，就會送價值80蚊嘅護理精華旅行裝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有興趣朋友記得喺展會期間嚟到我哋攤位 F01了解多啲啦，到時見。